手按在你的心上，再一次对主说：我来到你面前，全心向你称谢耶稣，你是如此爱我，我单单属于你。主，我在这里献上我的心，生命的一切完全献给你，因为我并没有财宝和金银能够献给你，唯有我的心，我为你祷告，唯一的呼求是你能悦纳我身上的全所有，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，能完成你旨意。好吧，举起我们的手来，再次对主说：我来到你面前，全心向你称谢耶稣，你是如此爱我，我单单属于你。好不好？再一次对主说：说我来到你面前，我来到你面前，全心向你称谢耶稣，你是如此爱我，我单单属于你。主，我在这里献上我的心，生命的一切完全献给你，因为我并没有财宝和金银能够献给你，唯有我的心，我为你祷告，唯一的呼求是你能悦纳我身上的全所有，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，完成好不好？举起我们的手来，再次对主说。这里献上我的心，生命的一切完全献给你，因为我并没有财宝和金银能够献给你，唯有我的心，
这里，献上我的心，生命的一切，完全献给你，因为我并没有财宝和金银，能够献给你，唯有我的心，我为你祷告，唯一的呼求，是你能悦纳我献上的全所有，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，完成你旨意。好不好？对主说，愿我这一生，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，完成你